好多時候都會有人問塔羅占卜會有乜嘢禁忌呢？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經驗。第一，有人話占卜時間唔可以太夜，例如夜晚11、12點之後。我經驗其實係冇關係㗎，不過占卜師如果精神唔夠嘅話咧，影響能量同準確度㗎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返啦。第二，唔可以重複占卜同一個問題。如果有人喺短時間入邊因為對占卜答案唔信或者唔滿意，所謂不信則不靈，當然係唔 OK 啦。其實只要發展同當初占卜嘅時候有變化，亦都可以再做占卜，唔一定要等到3或者6個月之後嘅。第三，專業範圍，例如健康、法律等等。例如有人想占卜確認先至做健康檢查，萬一答案影響對方延誤檢查同治療嘅時間，後果可以好嚴重喎。占卜師一定要好小心，因為我哋有專業守則。第四，如果想問生死、橫財呢啲都屬於時間長、影響大，所以唔建議塔羅占卜，建議揾相熟嘅命理師傅諮詢啦。可以占卜日常瑣碎嘅事情啦，例如今日午餐食乜嘢好啊，或者搭巴士定地鐵等等啦。如果你學識咗占卜，直覺已經好咗啦，呢啲問題靠自己就好啦，唔好太依賴塔羅啊。你哋仲想知有乜嘢占卜禁忌？歡迎留言，我會答大家。記得追蹤我 Manny，下堂見。